台北市议会一读通过，台北市全部禁止贩卖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违者最高处10万块的罚款。各位报告，如果台北市定这样的话，那所有的牛排店都关掉了，会有多少差距？我们发现不到1块台币啊，1公斤。诸位，最后跟你讨教了，台北市议会一读通过，台北市全部禁止贩卖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违者最高处10万块的罚款。连桃园市、台南市也坚持零检出。你对这样的地方民意，你有没有什么评估？各位报告，如果台北市定这样的话，那所有的牛排店都关掉了。美国牛肉有64000公吨，都是莱克多巴。牛排店它这个是租，我是来租嘞。那为什么我们不是很奇怪的1国2制吗？可以允许消费者每1年吃3公斤的牛肉，那猪肉反而是要零检出，这个在科学上，这个就是马政府的牛猪分离啊，不是、啊？这有什么不行呢？所以他当初的牛猪分离，让我解释一下，他当初的牛猪分离是立基于说啊，每个消费者可能吃到的牛肉比较少，他没有发现莱克多巴胺在全世界的演变里面不再用猪了，全部都用在牛了。而且因为美牛的莱克多巴胺好，诸位讲得非常好。既然不再用在猪，那为什么让来猪进口？所以如果台北市政府这样定的话，所有的牛排馆，请在书面回复了，好不好？好不好？好。我最后一句话，诸位，既然不再用了那个莱克多巴胺，那你为什么让来猪进口？你都不再用了。那这个不是最高境界吗？开放的不一定进来，那就可以。那是你讲的最高境界，诸位，你不要让他进来。那补习班虽然在登记立案时并没有以来供应这个膳食为一个登记立案办理的事项，但是呢，也有部分的补习班接受家长跟学生的委托来代办代购这些餐盒。那所以呢，教育部这一次针对这部分多数也都是属于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为对象。那么因此呢，也这个新闻要求各县市，那么对于补习班如有应家长委托供应这个膳食的也一定要采用这个在整个标示上面是以国内的这些肉品为对象的这些餐厅或这个便当店来作为共识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也希望能够借这部分也能够让家长来放心。很重要的，目前这个食材登录的这个平台，其实是借接到卫福部的非用不可的平台，跟农委会智慧4.0的这个平台，这3个部位嫁接起来以后，学校马上只要一个扫描，马上可以知道这个他所选用的这个食材所有的履历跟制成所以我想这种现在我们各级学校里头，关于我们这个卫福部以及你现在落实手机 APP 的这个做法，各级学校都已经开始做了吗？他们衔接这样是无缝吗？每一个人都会知道怎么处理了吗？是，跟委员报告因为从推动3张1Q 的这个整个供应，其实确实刚开始学校很辛苦，我们跨部会也在磨合那这样的过程经过106年、107到今年整个推动的分工，还有学校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顺畅非常的多。那当中包含我们说一直往智慧化的方式去做。那如果他有使用的话，那你是罚还是不罚？有没有定性罚则？跟委员报告因为原来企业范本里面就定有相关它的违规事项，还有它的罚则。那对于国人大家目前在关切午餐的这一部分，会去增修，也是针对目前我想这样子这个项目来定定。教育部呢，我们就是针对我们的团膳业者，我们去规范它、管理它嘛，对不对？那但是呢，源头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在源头的标章不明，或者是标章有伪造等等，那最后结果变成是团膳业者要买单，那他买单也就算了可能孩子他就去吃到了。所以我想今天为什么今天要谈跨部会？也就是说，我们的卫福部、我们的农委会，不管在标章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源头的这个处罚上面，我觉得要更有作为，否则就由教育部，然后找团膳业者这个一个人来担，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